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走势前面是低开低走这个跌了，我看了一下沪指跌了将近1%，将近到了尾盘也就是下午这个2点后突然胡适又被拉起，国家队又出手了然后收盘的时候沪指翻红了，也就是说大金一场本来是好像我看那个盘面都是绿的，3、4千家都是在下跌，尾盘收盘的时候呢，变成上涨的多了将近3000家上涨，2300家下跌，涨多跌少。但是金融消费者并不会感到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对吧，这个反复上演的就是指数回来了，但是钱没有回来，也不是指数带着钱一起回来，而是指数一个人回来了，钱不知道去哪儿了。就是大部分金融消费者都是这种感受有这种感受就说明对了。截至收盘呢，上证指数涨0.22%，深圳成指涨0.22%，创业板指数涨0.09%，主力净流出393亿，两市总成交额1.66万亿，这个比昨天的成交量还低，连创新低这个意味着什么？大家也知道别看它尾盘拉上去了，这个虽然是主力有力的大手在操控，但是量一天比一天少，已经说明问题。很有可能是不是有什么小道消息要出来？作为散户是很难知道的保不齐对吧？会场里面传出什么消息？当然了，这个特朗普在贸易战这块有所缓和，他说话一会儿颠三倒四的，也有可能。那今天涨得比较好的是那个化债概念。什么叫化债概念呢？就是前不久对吧？那个湖北不是已经通报了吗？就是国有资产对吧？能卖的就卖，能融资的就融资，能借的就借，能租的就租。国企改革概念，这个国企改革概念实际上就是化债概念，缺钱嘛。大盘来到了3922点，但是它的成交量却创了新低。这个怎么说都是量价背离妖孽横行这个媒体报道就是浙江经视报道说这个泡泡玛特股价5连跌。我看有媒体说泡泡玛特崩盘了，但是这个我觉得崩盘这个词太严重了泡泡玛特9月以来股价跌幅近30%。我记得年初的时候，这个泡泡玛特不是当红炸子鸡嘛这个泡泡玛特确实这2年涨了很多涨了几倍吧。年初的时候出了一个叫什么拉布布是吧，更是一顿暴涨呢。但是现在股价涨不动了，而且掉头向下。10月23号，泡泡玛特股价遭遇重挫，盘中一度跌近11%。截至发稿，公司报230港元每股，股价下跌了10%。自9月以来，该股累计跌幅已接近30%。10月21日，泡泡玛特发布公告，2025年第3季度整体收入同比增长245%，其中中国收入增长185%至190%，海外收入同比增长365%至370%。然而10月21日财报公布当日，股价大跌8.1%， 22日继续跌9%，今天又跌了11%，也给人感觉这3天的走势就是个崩盘走势。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泡泡玛特它涨和跌都非常符合就是真正的资本市场的一种特征当初涨大家就是看好它的概念，它能赚钱。你看它的3季报增长245%，盈利能力非常强跌呢，为什么呢？跌是这些资本人家已经感觉到这个泡泡玛特第4季度和2026年它就没有什么增长了，可能增长乏力，就是它现有的这些产品很有可能就不再热门，不再受到这个消费者粉丝的追捧。也就是资本市场是认为你泡泡玛特明年恐怕就没有什么故事可讲了，你的增速盈利的增速不会这个让人一亮，所以它的股价就顶不住了。这个不能叫崩盘，它就会跌到它该到的位置。比如它现在是有可能腰斩对吧，或者跌掉3%，它就会稳住。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就是泡泡玛特别管它是吹的怎么，它有业绩，资本市场给它一个正常的反应对吧？所以说涨也是有道理的，跌也是有道理。但是有的企业跟泡泡玛特完全相反，是纯的割韭菜。今天这个凤凰卫视凤凰财经有一个报道，叫东方雨虹的老板套现都套麻了。这个东方雨虹我有点印象以前他的董秘抱怨说他业绩这么好，资本市场就是不认，股价就是不涨。后来好像东方雨虹搞过什么员工持股，把员工给坑惨了。
我记得有这么个印象啊。我看我经常说股市啊，我这个对胡适啊不看好，对吧？这个不看好原因啊，我也跟大家说过，但是可能让有些观众啊破防了，他希望你讲股市好，希望你讲这个股市要暴涨，他好像他晚上就能睡得着，因为他买股票了。但是由于他在这儿天天听啊，听不到什么好消息，听不到说要暴涨，涨到1万点或者14000点，他要暴富，所以他有点破防啊。我经常说因为我这个节目没有稿子，没有什么策划文案，就是我随口这么说，经常会说错的，说错了我也懒得改，我不想回头再去剪了。所以有人就喜欢抓这个里面的小错误啊，就把自己智商就全暴露了。我现在就在看这个凤凰新闻呢，他的报道。我看这报道的时候，我脑子里就闪现了东方雨虹好像以前的一些相关联的信息，但是我不敢肯定啊，因为我记性不太好，也可能记错了，对吧？大家知道意思就行了。你要是较真较劲啊，想看什么数据官方的啊，我建议你啊，你就不要在自媒体上看，你就找各个官方的门户网站去查啊，查完之后自己去比对，对吧？这你要有那个闲工夫啊。当然了，我为什么叫闲工夫呢？因为你就查了也是白查，那些数字还没有我随口编的靠谱。所以说你好多人智商脑子有问题啊，你应该去买点药把脑子补一下啊，利好这个医药股好吗？你说这个标题啊叫实控人套现套马了，你说这叫什么话？10月中旬，东方雨虹公告披露，实控人李卫国已完成新一轮减持计划，套现5.44亿元，确实套马了啊！而这已是其过去14个月内第2次大规模减持，叠加2次高额分红，李卫国个人从上市公司获取的现金已超过29亿元，29亿元对吧？在上海那个1.6亿的一套的房子，他可以买个差不多小20套吧。或许啊，他减持对吧，就去买了房子，买一套没毛病对吧？在东方雨虹营收利润持续下滑、短期债务高企的背景下，这一系列资本操作再度引发市场关注。这究竟是化解风险、腾挪举措，还是另有所图？就是这29亿啊，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真金白银的拿走了，从那个池子里面，这29亿就有很多这个散户对吧，七大姑八大姨借来的钱扔进去了，人家先不管，29亿先拿走，剩下的你们先玩，对吧？不就这意思吗？这个自从地产行业波动起，东方雨虹的日子就已经不好过了。东方雨虹近年来财务表现持续承压，据公司2025年半年报，上半年东方雨虹实现营业收入136亿元，同比下降11%，规模净利润5.6亿元，同比下降40%。暴跌的业绩实际上从2024年就已经开始，当年利润仅1.08亿元，同比暴跌95%，不过同期却实现了高达22亿元的年度分红。到了2025年中期，东方雨虹再次派发同等规模的现金红利，2年累计分红超44亿元。关键在于如此大额的分红发生在利润急剧萎缩甚至濒临盈亏边缘的阶段。万德数据显示，2024年东方雨虹分红率高达5445%，远超行业正常水平。由于分红啊过于激进啊，有关部门肯定吓坏了，所以啊，东方雨虹后续将原定44亿的年度分红方案下调至22亿，也就是减半。但通过中期再分红的方式，实质上完成了资金的分批转移。所以说啊，东方雨虹的老板手段还是太多。问题来了啊，就是你这公司2024年一共就赚1个亿，2024年他分红要分22亿，就问你喜不喜欢？吐血分红啊！我记得啊，这个在去年对吧？那时候说要高分红，然后这个监管部门要求很多企业、上市公司分红，鼓励他们分红，提倡分红，不分红的就叫铁公鸡。我对这个非常有意见啊，就是我是最讨厌这种一刀切的，就是你监管如果要求分红的话，那人家就分红，就是所有的只要你设一个什么规章制度，人家就要贴着你那个制度，就要利用你那个制度去牟利。就是你本来你这个制度啊是为了提倡多给这个股民对吧，小散户得点好处对吧，分点钱给他，不就这意思吗？人家投资买了你股票，人家长期持有，长期资本，让你每年给人家分钱，分的那个钱比在银行存款要多，人家就愿意了，不就这个逻辑吗？对吧？这本来是个好事啊，初衷又是好的，但是啊，一定会被这些镰刀啊利用。我当时还举了一个恒大的例子，对吧？恒大是许老板是最喜欢分红的，他每年都巨额分红，
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恒大啊，徐老板他七七八八的，他占60%以上的股份，将近70%啊，恒大啊，中国恒大，哎，他那个高额分红基本上都分给自己了，合法的把钱拿走了，只是说他还欠银行钱，对吧？他贷款，他那负债那是公司的，跟徐老板没关系啊。徐老板作为大股东，先把这个利润先分走，所以他就通过做假账，对吧？那个普华永道吗？不被罚了吗？已经就是通过做假账，做高每年的利润，做高利润之后，他就做高分红，然后他拿大头，对吧？小头拿去你这些几十万股民慢慢分吧，大头他拿走了，直到最后啊，2021年是不是要暴雷的时候？2021年9月份暴雷，他2021年6月份他居然丧心病狂，还要分200亿分红。大家自己查查新闻报道，这个我绝对记住了，因为他做的太过分。2021年6月份正好他是2020年的年报披露完之后，他的预案就是要分红200亿，后面3个月恒大就暴雷了，他居然还要分红啊！那200亿里面恐怕120亿分到徐老板自己口袋，就是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所以我当时对这个监管部门一刀切的鼓励这些企业分红，我是非常有意见的。因为你什么事情只想到了前面，你想不到后面，你没有什么后面的东西在堵住这个漏洞。那好了，就像东方雨虹这样的企业就出来了，你别管我赚钱不赚钱啊，我今年要拿钱出来给大家分，这钱从哪儿来的呢？贷款或者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呢？反正我账上有钱，你别管我哪儿来的，我准备给大家分。为什么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说按照李卫国就是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估算，其在上述2次分红中合计获得18亿元现金，他2次分红44亿18亿分到自己口袋。哎，我说不好听一点的悲观一点的，东方雨虹以后退市了，破产清算了，你这18亿分到他口袋的是他自己的钱呢，就问你们喜不喜欢？只是破产清算那个大窟窿，那个大头去处理呗，不就是跟恒大是一个路数吗？对吧？我要是上市公司老板，我一定会这么干，我就玩命分。国家提倡的，监管提倡分红我分红你不高兴是吗？对吧？那就通过做假账，这是合法的，通过做假账，对吧？做高利润，然后去分。恒大对吧？外债2万亿他每年分红都是几百亿，对吧？他分红有人问他说，你这么多外债，你怎么能分红呢？对吧？你现金那么宝贵，你跑到银行去贷款，然后你去借高利贷，完了这边也在分红，你到底是玩啥呢？对吧？这么明显的东西看不出来吗？监管不想管而已。你看李卫国个人债务压力不容乐观。根据东方雨虹公告，截至2024年底，其及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占所持比例高达78%，对应融资余额16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我跟你通俗的说不全对应也就是说这个东方雨虹已经被他卖掉了，他已经卖了16亿，因为他的股权的78%已经抵押给银行了，从银行拿走了16亿。这个钱他是不打算还的就一直搁在这儿，反正也不用他补仓，对吧？还没有爆仓嘛，这钱已经拿走了。哪天这个公司出了事，对不对？他给拍拍屁股，他可以去美国的吧，可以去瑞士因为这公司他虽然股份还在他手上，但是他已经卖给银行了，抵押给银行了，16亿拿走了，所以这公司都已经掏空了。当然了，最后说2025年7月，东方雨虹明确表示其减持目的为偿还债务，降低质押风险。最新公告显示，截至2025年10月，其质押率已降至43%，但仍处于较高水平。那这个还算好一点就是他把这个债还了，那个质押率下降了，也就是说那个股票对吧，质押了只有40%几了。问题是这个实际控制人他的种种行为还是引起了监管的关注，监管已经罚过他了。2025年8月，北京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指出2023年到2024年，东方雨虹通过销售人员借款等方式向李卫国输送7000万元，构成未披露的关联方资金占用。这个东方雨虹深受房地产下行的拖累，因为它跟这个房地产行业深度绑定2021年，东方雨虹前30大客户均为房企贡献占比45%。随着恒大、融创等头部房企相继暴雷，公司应收账款迅速恶化。截至2025年上半年，应收账款高达95亿元，占营收比重70%，其中来自暴雷房企的欠款占比超60%。2024年，公司计提坏账28亿元，相当于当年净利润的26倍。也就是说我粗略的看了一下这么一个企业连续这个大比例的分红，它的必要性在哪里？把股市不就当个提款机吗？为什么叫提款机呢？好多人说那它不是分红吗？对，它是分了钱，然后这个上市公司它有外债，对吧？它有应付账款，怎么办呢？18亿实际控制人拿走了分了44亿，18亿到了实际控制人口袋，没钱了怎么办呢？没钱不要紧下一次再找个机会增发，是不是？找个项目讲个故事增发，又来募集资金50
50亿，还不是散户掏钱吗？所以你看啊，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不要以为高分红就是好事。高分红如果是真正这个企业赚钱，对吧？你比如说茅台这种，它高分红有道理，对吧？它这赚钱赚的都动不了了，已经利润非常好，对吧？它的现金流又不受影响，它也没什么欠人钱，对吧？都非常健康，哎，这种应该分红。如果你要对高分红这个不加以区别，不加以这个，对吧？你让那不法分子他就利用了这个高分红这个通道，哎，以往对高分红比如警惕，对吧？像这种企业你分红，大家就会骂，或者大家会质疑他，各种媒体就要翻他的账。哎，现在你是国家，你监管提倡分红，对吧？鼓励分红，那他正好借着机会分红，政策宽松啊，提倡分红，我分红，我是响应号召，对不对？分红你们还管我，所以说啊，经常会好心办坏事啊，监管你就被别人利用了嘛，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监督他。你要知道这5100多家上市公司啊，绝大部分都是奔着割韭菜来的。还有一个啊，红星新闻报道，红星资本局啊10月23日消息，这个 ST 纳川公告称，公司及部分子公司近日受到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出具了限制消费令。此次被出具限制消费令，原因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与兴业银行泉州港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说来说去啥意思呢？这个董事长啊叫陈志江，这哥们是个名人啊，2013年就因天价离婚引发关注。2013年8月 ST 纳川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志江与詹晓英及他前妻啊已签署离婚协议，陈志江将其所持公司6753万股票，当时啊占公司32%股份，1/3的整个公司1/3的股份啊，其中的3300万股就是一半分给他前妻，他老婆一拿到这个股票的前妻马上就开始卖嘛，对吧？就减持，然后这个就是2020年6月啊，这个他前妻啊将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如今纳川股份前10大股东中已经没有了詹晓英及他前妻的身影。那根据测算啊，他前妻啊套现金额至少达到5.6亿元。那按道理说他俩人婚姻破裂了，对吧？得把这财产都分了，对吧？那是各走各的路啊，对吧？钱也分明白了，这个詹晓英把这股份卖了，不就完事了吗？实际上不是啊，问题是离婚后啊，双方还因涉嫌共同操纵股票而被立案。2021年7月，中国证监会对陈志江、詹晓英和纳川贸易涉嫌共同操纵纳川股票进行立案调查，也就是实践证明啊，他两人的离婚是技术离婚，就问你服不服吧？这公司马上要退市了，你肯定好不了了。他这个被法院给他出具了这限制消费令，也就是说明他没钱了。这个兴业银行跟他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还不起，法院把他查封了，还限制消费令。那你说这个上市公司他还能好得了吗？作为董事长啊，2025年6月末，陈志江仅持有公司0.68%的股份，说明什么？自己也减持完了，前期也减持完了，成功套现，对吧？然后他手上还拿着这个壳，还被他控制，你说叫吃干榨净。也就是说啊，胡适里面这样的公司有多少，对吧？这都是媒体报道的啊，天天都有，一年365天都不带重样的。最近啊，这个金价呀上下波动比较大，是吧？暴涨暴跌的。我看这个高盛说啊，黄金要涨到$5000还是4900啊一盎司。但是啊，这个我一直说啊，这个黄金价格涨和你去炒黄金能赚钱，这又是两件事情，对吧？黄金是在涨，但是很多炒黄金的啊都是跳楼，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个视频啊。安女士人在温州，通过视频讲述了自己购买小金豆的经历。我就是那个9月20号在淘宝天猫平台上买了这样子一克重的那个小金豆，讲了现在金价比较高，是不是？然后我们可能一时间拿出来可能会不舍得，然后我们上班嘛，每个月工资发下来，那我就想着每个攒不了多，那我们就1个月买1粒呗，对不对？这样子就攒齐了，我们再去换一样首饰。根据安女士提供的订单，当时她是在淘宝一家老庙金楼活动店购买了这1克金豆，价格是826块。12号、3号的样子，然后我就是不放心嘛，然后我就拿去店里验一下，他说他不敢给我熔掉，那么他说不然你这个是网上买的东西，等一下商家会不认了。然后我又跑到另外的一个检测机构去，然后用仪器去检测，他明确的表明给我说这个没有任何一点的含金量。根据安女士提供的检测表，我们看到这颗1克重的金豆含金量为0，主要成分是锌和铜，其中锌含量达到了97%。那么你有没有问那家金店，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多不多的？有人拿过来检测发现是假的？
他说没有我这种，也有，他说没有这种情况，他就明确的说，他说你不应该在网上买。那你反映给店家了吗？店家怎么说呢？店家已经就是不回我信息，然后他就是我感觉他就属于那种诈骗的，卖完一批然后就跑的那种。当初安女士是在淘宝老庙金楼活动店购买的金豆，网上搜索输入店铺名称并没有找到，只有一家老庙官方旗舰店和店名相似程度较高。随后我们致电老庙黄金进一步了解情况。您可以说一下店铺名称？叫老庙金楼活动店。授权信息这边的话没有查询到相应的店铺的。可以确认的是，这家老庙金楼活动店不是老庙黄金的授权店。现在安女士认为自己买到了假货，她的诉求是退一赔三。对此淘宝会如何回应呢？目前的话是在被咱们监管嘛，因为它这个经营不当。那就说明这个商家是有问题的，对吧？这个的话呢，目前这边想帮您看了，它是正在监管当中。关于它这一个商品的一个这个质量问题的话呢，这个淘宝核实这个商品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肯定也会对这个卖家再进一步和这个商品再进一步统一的一个处理。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反映给了淘宝公关，对方表示会跟进处理。而这起零含金量金豆事件也给不少想通过线上平台攒黄金的消费者提了个醒。线上买黄金一定要优先选品牌官方或授权店，收到货后及时检测并留存凭证，遇到问题可以向平台或12315投诉。同时我们也希望各大电商平台能够加强监管，真正做到让消费者放心。这个温州的安女士啊，的想法挺好的，对吧？攒金豆子，1个月攒1粒，强制理财，她这想法真挺好的。她就是没想到，是吧？她就是看咱们的节目看少了，她不知道黄金会生锈，对吧？她不知道黄金有可能，对吧？不是里面是别的东西，不是黄金。你就哪怕是从银行买的金子啊，都保不齐啊。有没有人做手脚？最近媒体啊经常报道深圳水贝黄金市场，这个金价只要波动一大啊，要么涨幅大，要么跌幅大，那水贝黄金市场就有一批人跑路，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关注一下啊。只要那个金价波动一大，立马有一批人跑路，跑路就意味着多少人跟着后面倒了霉，对吧？客户要么钱不见了，要么金子不见了，跳楼，对吧？好多人天天去那维权。我一直说啊，就连胡适这样的有法律，对吧？还有主管部门，还有那么多人，还有证监局、证监会，各个省还有证监局，然后交易所那么多人监管盯着标准化，对吧？还有这个券商去看着教你，然后这个审计师天天去审计，就这么一个市场，这么标准的你都玩不明白，对吧？你都在里被人割韭菜，你还玩黄金，这个我觉得胆儿太大了。我看了一下这个胡一静老师啊，胡一静老师说他飞到温州去了，说一落地啊，脑子里先是蹦出温州模式、温州炒饭团这些老词儿，然后想到北京南城大约90年代兴起的浙江村大红门嘛，对吧？那边是服装城，我也有印象啊，但是去的很少，都卖服装的多。他说又想到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无处不温商，再想到杭州的阿里，还有今年爆火的杭州六小龙。为什么浙江人这么能闯？一村一镇，团团伙伙往外闯，一轮一轮再创业，每轮都能跑到前头。而北方也有很多沿海城市，但是斗不过从青田到义乌的浙江人呢。河北当年也出了个白沟，但白沟和义乌之后的命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说南方也向北方输送了不少干部，但北方还是北方，求编制求安稳，似乎处处如此。但无疑更甚，北方啊，就北方更喜欢编制安稳，而且似乎越北方越甚，山海关之外尤甚。他说我们北方人真的要多反思反思。首先第一个啊，胡静老师我感觉有点飘了啊，看样子在胡适没少赚钱。这我还记得啊，这个加德老师出事之前呢，也是到南方转了一圈之后，后来跑到陕西去，对吧？跑到西安栽了个跟头，后来的没过多久栽了个更大的跟头。给我感觉啊，就是冥冥之中有某种联系的吧，就是加德老师跑到南方转了一圈之后啊，受了刺激，对吧？他还给那个管其爱安代言嘛，他在南方考察了1个月，到处瞎转悠。这胡静老师这次，对吧，又跑到南方去，是不是预示着明年胡静老师也要栽个跟头？不太好说啊，对吧？你看胡静老师说啊，他说浙江人这么能闯，一村一镇，团团伙伙往外闯，这词能瞎用吗？他这文章表面说啊，这个南方人喜欢创业，北方人喜欢当官，大概这意思啊。这个我认为是一种假象啊，就是中国人，你只要认识中国字儿，对吧？受中国文化影响，都想当官，这个不分南北。但是有人就说，你看山东人更爱当官，这就是说了北方和南方
给人感觉为什么那个地方人更喜欢当官，南方人更喜欢搞经济。实际上这是一种叫幸存者偏差啊，应该这么理解。也其实实际上你到落后地区啊，或者到相对落后地区，那都是山东那种感觉，对吧？你当个科级干部或者你有编制，那就是高人一等，没毛病啊。不光是山东只是一个典型，就是我们喜欢拿它来开玩笑，拿它来说事而已。但凡你只要是落后地区欠发达地区，那都是这种样子，没毛病啊。那为什么这个说浙江人喜欢闯呢？那都是历史原因，对吧？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你比如福建人喜欢下海，对吧？是闯南洋，你看看，实际上这些事情你只要把地图打开看一下就完了，找个3维地图啊，你看看福建呢有平地方吗？它就没有平地方。那浙江也差不多，对吧？你除了创业，你除了到处瞎窜，你种地你养不活自己，对吧？你在山上搞那山货也养不活自己，被迫他从小就到处溜达，到处窜，那意识对吧就是不一样，他是被逼的，从小就做生意。相反你像河南、河北、山东这些中原这些大省，对吧？上河4省，那它平地方多传统意义上农业大省，对吧？你只要种地，你这应该是饿不死，除非那个叫天灾，对吧？人祸，否则的话，你给你一块地，以我们老家为例我们老家就是那种饿不死，但是又发不了的，就是有地，你说地多吧也不多，说不多吧够，好，这一下就把人拴在这儿，对吧？他想放弃这块地出去闯，他也舍不得，因为外面毕竟是对吧未知的风险的，叫什么？外面再好不如穷家是吧？不如这个什么家里好，对，老有这种观念。所以在那个改革开放以前到我们来要饭的很多都是浙江、什么江苏山东的，但是没过10几年，一改革开放以后变成安徽人跑到那边打工去了，要饭去了。他们不到我们这要饭了，为什么？对吧？这个就说明问题了。很多地方过去非常繁华，历史上也非常繁华，但是到了近代，它就无论你怎么振兴它就是起不来。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跟贸易有关，跟贸易航线，对吧？这也是为什么长三角、珠三角它发展的更好，而其他地方内地的吧你就差一点，东北更差一点。这主要原因就在这儿，外贸这些地方的港口是吧？到欧洲是不是更近呢？往美洲跑也近，而这个北方的港口主要是往这个日韩近一点。所以在过去北方还有一些大城市，比如青岛、大连都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些年也不行了。我觉得你看一看中日之间、中韩之间的贸易是不是在萎缩，对吧？它以前发展都是因为中日、中韩之间贸易红火，对吧？那现在呢？物流，对吧？路线这些决定了你产品的价格，对吧？你跑到西安去生产一个什么东西，完了你再拖到沿海，通过这集装箱送走，你想一想吧，你这路费多少，效率都多低。所以就在沿海附近，对吧？找地方办厂。我们不要一说外贸就是高大上的电子元器件、苹果手机，对吧？这些东西你说受这个运输成本的影响可还小一点，但是由于我们生产很多东西都是便宜货，对吧？比如袜子，但是现在不是了纺织品，对吧？就我们现在的小商品也一样，现在全球很多小商品都是咱们生产的，这些小商品，你说你给它运费再加一点，高一点点，它就不赚钱，所以决定了他们必须在沿海，对吧？然后用集装箱一用，对吧？用到欧洲，那这样的话给长三角、珠三角的人更多的选择，他们创业，他们不需要说把脑袋削尖了只能当官，只有当官一条路，所以他们就显得这个当官这个路就没那么卷，因为很多人就放弃了，不行，我做生意嘛，对吧？我跟我叔叔做生意，我跟我舅舅做生意，从小都这么干。那你看那个东北或者是山东其他地方，它没有路可走对吧？只有进体制才能有前途只有这么一条路，所以那就卷了，大家都去当官，对吧？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因为跟经济有关系。如果抛开这个经济原因呢，那实际上都愿意当官，谁不想去当官呢？你们现在的并没有一个数据说明说江浙地区考公务员的这个比例就低得多，是吧？那个比例也挺高的。如果说浙江什么广州、广东或者江苏考公务员的这个录取比例比别的地方高得多，那这个肯定成为一个新闻了，肯定有人报道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